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2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第2节到第6节，阿摩司书第6章第1节到第8节，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袂伤济，也袂伤少。大多数的人对较加一点基本上是无啥物会拒绝的啦吼。但是呢，对伫减一点就真注意吼。即种的代志通常伫移散的过程的中间，通好显露真清楚。大多数的人总是认为讲家己比人较少一点。有的人其实是甲领上济人，伊嘛感觉讲佫无够。即种是真毋好的一个心态，但是呢，自古就有。咱来看圣经10条诫，即个10条诫第10诫就甲咱讲毋通贪恋人的厝，也毋通贪恋人的某。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，甲伊一切所有的。其实贪恋真正是人类一直有的问题啦吼。咱看迄群对上帝的仆人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嘛是共款啦。因伫西奈山的下面领受到上帝的10条诫命的时阵，上帝就已经知影，所以伫诫命内底有讲着，也借着诫命要来提醒因改变因的性命。亲像第8诫讲袂通偷窃，第10诫就讲毋通贪心。咱看马勒基书第3章。即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，伊去甲咱讲若无要奉献，就是偷摕上帝的财宝。哥林多教会基本上就是犯即种的问题吼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咱看到因决志要奉献来支持宣教，但是上早开始的即个哥林多教会。却是上到落尾还未完成。保罗用马其顿教会来做例，来提醒劝勉哥林多教会。因为马其顿教会虽然伫咧困苦受逼迫的中间，因完成，因犹原用行动来完成支持宣教的奉献。可是呢？上早开始决志佮行动的哥林多教会，却一直无完成。咱毋敢讲因干那一支喙咧讲尔尔，但是根据保罗的批信来看，哥林多教会已经有淡薄行动，但是一直延迟袂当完成。保罗提醒因。伊讲对伫这项事，我认为恁上好伫这个时阵完成去年所开始的无关。恁不但是上早有这个行动，也是上早有意愿做这项代志的。那呢，应该坚持落去，完成这项工作。恁应该爱用当初是计划迄种的热心去完成这项事。并且要按照着恁现在所有的去进行。如果恁真心来关注，上帝一定会欢喜。伊要伫恁献上的所有，毋是恁所无的。保罗真直接、真清楚来提醒哥林多教会：恁若真心来捐献，因为因拢。一直延迟还未完成啦，互人感觉讲因好像亲像毋是真心的啦吼。虽然伊已经开始募捐，但是还未完成，拖真久。保
保罗提到马其顿教会的态度，伊讲：我敢证明，因的关注是尽所有力，甚至超过因的力量，出自自愿的，因愿我来恳求，并且来尽责犹太的信徒这项事。因伫这个好事顶悬也有份，这实在超过阮所期待的。首先，因将家己奉献予主，然后佮照上帝旨意来帮助阮。这种马其顿的奉献心志，正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因这个信徒所欠缺的态度。也是咱基督徒所应该爱学习的。先知阿摩斯提醒当时时的以色列人，毋通贪图这安稳富裕的生活，因为安尼生活会互人掠做家己是真高尚，掠做家己安尼就会受人尊敬。这种的生活却毋是上帝所欢喜的生活。因错将这个奢华宴乐的生活当作是人追求的高尚的目标。先知甲因讲，住伫锡安享受安逸的人啊，恁惨啊啦！伫撒玛利亚山顶掠做家己安全的人，恁惨啊啦！恁竟然掠做家己大过以色列国内底所有的名流，受到别人的尊敬。恁到加尼城去看，佮到大蛤蟆市，然后去非利士人加特城去考察看卖。这个国家有倒一个无比犹大以色列佮较强盛呢？因的领土无比恁会较宽吗？恁掠做苦难要啉到的日子还袂到啊！但是恁的行动正是咧自取灭亡，惨啊啦！恁这个人困伫树叶的眠床顶悬，看伫安乐以外的享受，食煎牛肥羊的宴席，恁对着这琴咧弹奏，伫遐唱歌，亲像大笔一样。恁啉一碗一碗的酒，抹上顶的香水，却无为着以色列的退落来悲伤。追求真济、真富有、真高尚、真会晓享乐，但是却是迈向灭亡、受到放逐的生活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，就是引用了出埃及记16章到18节的经文讲，加收的嘛无剩啦，减收的嘛无欠啦。虽然早前以色列人已经伫马乃新约稳定的中间学习到这节功课，但是数千年了后，以色列人犹原学袂晓。事实上，搁较济嘛会失去。到落尾总是抓袂走的啦。搁较少，咱嘛袂夭饿，因为咱有上帝啊。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，看啊，上帝是我的救主，我要信靠伊。我无惊吓，上帝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伊真救我。今日咱要用以赛亚书第12章第20到第6节做伙来读。看啊，上帝是拯救我的，我靠伊。也无惊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要做救我的。伊要对救阮的水泉欢喜来唱水。伫迄日，
你要讲，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将伊所行的报扬伫咧邦中间。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做悬，恁着唱歌学乐耶和华，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。愿即个代志遍传伫天下，锡安徛起的百姓，恁着出大欢喜的声，因为以色列人圣的伫恁的中间要做大。咱来祈祷，天父啊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无滴到伫欠缺，也互阮学习会晓得满足。因为对阮的生命的角度来看，就算阮得到真多，也无法度留存久久；就算阮得到真少，也袂话欠缺。知足，才会晓得感恩，才会通享受真喜乐。感谢耶稣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